本港方面，9月整體樓宇買賣合約宗數6870份，按月上升6.3%，買賣合約總值535億元，按月上升11.9%。分析預料10月整體樓宇買賣登記量有望升至7000宗。另外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連升3個星期後回落，最新下跌0.22%。由方永輝報道。土地註冊處公布9月份送交註冊嘅所有種類樓宇買賣合約共6870份，按月升6.3%，按年升78.8%，買賣合約總值535億，按月升11.9%，按年升93.4%。當中，住宅樓宇買賣合約佔5643份，按月升6.7%，按年升98.1%，合約總值472億，按月升11.9%，按年升超過1倍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示，近月整體樓宇買賣登記持續喺高位反覆徘徊，整體樓市氣氛不俗，但9月中市場觀望施政報告同美國議息結果，又遇上超強颱風影響2日嘅登記量。展望10月，由於月初有國慶同中秋假期，一定程度上窒礙成交進度，加上9月下旬二手交投萎縮，預期落入10月嘅整體樓宇買賣登記量回軟約9%，下試6240宗嘅水平，可能創近8個月新低。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楊明儀指，9月份整體樓宇買賣合約登記數量同總值上升，反映8月有銀行推出按揭優惠，港股做好，減息預期升溫，以及新盤同貨尾銷情不足，帶動整體交投回復活躍。9月重啟減息，恒指持續向上，以及施政報告放寬投資移民門檻，樓市氣氛持續向好，有望推高10月整體登記重返7000宗以上。另外，反映二手樓價嘅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連升3週後回落，最新報139.94點，按周跌0.22%。扣除豪宅嘅中原城市大型屋苑領先指數 CCL Mass 報141.24點，按周跌0.45%。當中中小型單位樓價跌0.43%，大型單位樓價就升0.89%。四區樓價3跌1升，港島樓價急跌3.08%，跌幅係8個星期最大。九龍同新界西樓價跌0.64%同0.14%，新界東樓價就急升3.05%，升幅係超過4年最大。新城財經台記者方永輝報道。